55週年慷慨捐款，協助學校建設 STEAM Room。學校特別喺 STEAM Room 門外興建創科場。上主求你降福俾個 STEAM Room，願使呢一個課室嘅老師同埋學生都能夠按你嘅旨意，充分發揮你所賜嘅才智同埋創意，喺學習同埋探索中見證你嘅恩典，並以所學嘅服務他人，榮耀你嘅名。奉耶穌基督嘅名嚟到祈禱。創科場上面嘅每一個齒輪都象徵住推動學校持續發展嘅關鍵動力。牆上鮮明嘅設計提醒住我哋要懷住感恩嘅心，努力學習，創造更好嘅未來。活動嘅序幕喺 STEAM Room 嘅祝福禮中拉開，由前操場、禮堂到各個樓層，唔同嘅 STEAM 體驗攤位、科技閱讀攤位以及學科展覽，精彩亮相。處處都係大家盡情探索嘅身影。呢度唔單止有學生們嘅獨立探索，更有親子共創嘅溫暖時光。大家喺唔同嘅攤位穿梭體驗各個工作坊入邊專注嘅眼神、認真嘅操作，都係學習同成長嘅印記。從 STEAM Room 嘅溫馨祝福，到每個角落嘅快樂體驗同探索，呢一日創科同閱樂成為咗大家夢想嘅起點，讓每一份好奇都結出收穫嘅果實。越創未來同深大探索，閱讀 STEAM Day 嘅落幕係更多探索嘅開始。願我哋大家都可以喺創科嘅海洋中暢遊，收穫屬於自己嘅無限未來。